这个台南会展中心是由经济部出资，那台南市政府出土地，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完成了。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台南会展中心呢，就可以做国际的会展。那结合台南本来已经有的文化美食的这个优势呢，看起来对吸引国际的展到台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第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它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哈。未来要服务高雄或云嘉南的朋友，他们来或北部的朋友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那所谓多功能，除了会议展览以外，活动、演唱会都会是这个场馆最主要的方向。在台南深耕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开始就是进驻在南部科学园区当中，智泽科技一直都在各国去展览，不管是美国、德国，或者在台北也常常参加展览。那第一次终于有这么好的新的那个展厅可以开幕，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展览，我们是真的非常开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踏台南会展中心。今天是我们的开幕展，也是开幕首展，自动化机械展。那非常感谢《工商时报》，也感谢经济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大台南会展中心能够如期如实顺利的开幕。那开幕一开幕就有一个大展，就是自动化机械展。我们将会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台南非常雄厚实力的这个一面，也看到了许多自动化机械能够引领台湾的经济发展或工业生产，成为下一个世代很重要的一步。那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工商时报》、包括经济部在内，我们将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也希望说大台南会展中心未来承接的南台湾很重要的一些开会、会议以及展览。那我们通过了层层的压力测试，也希望说，在这么好的场地，能够迎来许许多多包括企业界的商机，以及包括这个我们会展产业的欣欣向荣。欢迎大家来台南。你好，是阮家欢收看5月10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现在活动中心的使用愈来愈多元，都要个人化成为长期照顾关怀据点。医用少子化嘛成为设立托育中心的好选择。上午台南市第一座公社民营的托育中心，就伫公务活动中心热烈开幕。台南市第一座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就设伫北区公务活动中心2楼，除了互活动中心的使用多元化，卖当增加收托量到32个婴幼儿。10号上午，里甲社区拢抱着热烈庆祝的心情，将托婴中心正式开幕启用。3、2、1，请揭幕。请先享用我们热情的掌声，恭贺台南市北区光武公社民托育中心正式开幕。这个地方看的周边很多都是住宅区，那很多需要进一步的托育。如果我们设的这个公社的托育家园，一个托育家园可以收容12个孩子，但是如果是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场地，只收托12个是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就变成公社民营那委托我们台南应用大学我们各位老师大家的帮忙，那可以收托32位孩子，2个月以上2岁以下的。这个地方我们除了非常感谢南应大之外，我们也要拜托这个地方防疫要做好因为最近这疫情一直高涨台南市虽然是6都里面最少的这个确诊数最少，但是爸爸妈妈对于孩子都是心头肉，还是特别的这个在意小心。因为有很多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每一次都为了要找寻一个托婴中心，就是费尽脑筋因为我自己的助理也刚好是新手妈妈所以光要找这个托婴中心，说真的就是绞尽脑汁找了很多的地方，但是
我相信今天公办民营有政府的一个协助跟保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揭牌之后，能够让更多的爸爸妈妈感受到政府的美意。消局表示，对今年8月开始，公共托育的补助金额将调高到每个月5500块以上，大大减轻家长请用的负担。同时，委托专业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来经营管理，提供更多元的托育选择。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南区气球原理的市地中位开发以后，因应休闲空间的需求，地方希望台北16线快速道路加卡卖当活化使用。对此，立委林水宪甲这位议员邀至公路总局市府相关单位共同来会看。南区气球原理因为南科甲沙仑带动周边的发展，加上台北16线快速道路的连接，目前人口快速增加。原本10公里有100多户，增加到将近1000户，因此地方对着休闲空间有真大的需求。对此，立委林俊宪、甲议员林美燕、吕维印上午邀集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会勘，希望争取台北16线加卡的空间活化使用。高架桥下的土地活用，在其他县市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可以做停车、做运动休闲设施等等，让市民可以休闲娱乐停车之使用。那台南市的86桥下呢，我们也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交通局教育局公务局等等，能够做相关的妥善规划。那2位议员林美燕议员和吕文议员他们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那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开始因为这个地方是新的重划区，人口增加非常快速，在今年内大概就会突破1000户。也就是说呢，有市民迫切、强烈需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大家知道寸土寸金那86桥下是可以好好的来活用的一个休闲停车场所那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加紧脚步赶快给再增加市民大家可以好好来利用的一个空间未来我们是需要朝整体的规划。要整体的规划，不仅在停车上面，我们再一次的把扩大。那当然，我们也利用一些空间，我们将作为一个就是运动器材给这些因为这个新社区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进来，所以类似像溜冰场也好了，儿童游乐器也好了，等等这些，我们也会请相关单位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加以设施。然后我们希望是整个两侧一起规划。整定案以后，我们也要求市政府能够做跨级处的一个就是统筹。这是一个新的重划区，从过去100多户一直成长到现在的900户，年底已经要超过1000户，所以一个里其实比一般的一个里几乎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得出人口快速的成长，相对应的四周的公共空间的不足，所以今天有这个会勘，那也期待，也特别感谢林俊宪委员过去长期以来为地方争取了很多的一个停车场，那今天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工程，那未来除了停车的需求，也因应这个亲子小朋友。也能够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包括一些体健设施，让他们可以就地在这边生活方便也可以休闲方便。上午出席会勘，除了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另外交通部嘛由公路总局的副局长林聪理来代表，以及市府交通甲公务等单位。因为台北16线对永兴路到滨海公路的桥卡长达2公里长。除了去年做好一座的停车场，地方嘛希望未来会用增设运动的设施，提供民众休闲的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但往来开始大出，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丁除了结合企业认购100箱山上往来消停农民以外，山上农会嘛跨区捐200支往来，要来互弱势长辈食健康，希望透过正人力量来协助推广。台南山上区的往来大出，除了青食的好滋味，各种加工伴手礼嘛备受欢迎。
为了避免三级集中甲疫情的关系内销受影响，因为但停飞议员陈丁联下小巴观光夜市等民间企业来认购100箱，同时发起8区的商圈共同来响应中民运行。指导跟三雄农会这回来合办做认购，也希望抛砖引玉，跟我们在地的里长一起来推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翁来了哈，除了这水果价，伊买当入菜。很多元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咱希望讲在疫情当中也不要忘了农民也很重要如果说没有帮他们帮忙推销，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因为其实咱的翁来生产量足悬大家讲安尼是不是因为中国无甲咱买咱来做这行销？其实不是，是每年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推动。那给我们所有的弱势，关心我们的弱势，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弱势的妈妈们那所以我今天又邀请了在地的许多位里长一起来共襄盛举，也感谢山上区农会发起的爱心，也更感谢我们包括我们小北观光夜市，还有很多企业好朋友认购这100箱的凤梨，还有加上山上区农会所捐赠的200颗凤梨，我们一起送温暖给所有社区的爸爸妈妈们还有弱势朋友们，那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大家的温暖。会中三雄农会都来邀请妈妈咪呀舞蹈团前往来中来协助推广带动气氛，并且跨区关200支往来，要互8区的弱势妈妈以外，嘛献上大鸡卵糕，充满感恩。所以嘛，感谢咱委员兼咱市员而且做这个结合这公益甲咱帮咱这凤梨农销售嘛对因做大的帮助，甲咱这进。当生产的17号、16号会当甲农民斗3工来甲伊合作者消费者会当食到咱冬季的往来好的水果，谢谢。每一档平台结合大家力量来消停农民照顾弱势，同时推广健康美味的台南往来，实在做甘心。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本色回收再利用，环保局林德区队设立木料银行，在当中经过加税以后，提供民众园艺使用以及营造工地路面铺设。10号上午议会特别整容会刊，了解实际操作甲运用。在议会环保卫生委员会召集人沈家峰的带领，包括委员会成员、甲南关线在地议员、杜素莹、吴义环、甲郭凤仪等多位议员，上午实地前往环保局林德区队，了解木料银行的操作甲运用情形。因为台南市一档的树木修剪甲废弃的木材超过1万吨，为了减少焚化炉甲烟霾场的负担，环保局伫林德区队来设立木料银行，利用大型的破碎机，希望将树木回收再利用。木质银行针对我们一年都有1万多吨的木材，咱修剪木枝一年都有1万多吨，所以相对这样的方式可以带来我们很多可能焚化量或者是掩埋量的增加出来，余量出来了哈，所以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咱希望今仔嘛当来了解讲，相信真侪民众应该能会来索取咱相关的这一些废木屑啦哈。希望我们也多多来推广，让我们这些破碎的木屑真的可以让它有去处了哈，不要说破碎之后又余量在我们里面又堆积，这个希望我们有效的让这些资源能分享出去啊哈。回来的废树枝之后呢，到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破碎。那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破碎大概要破到几公分的尺寸才是符合我们一般民众的需要？那我目前进行的方式主要是以12公分的木料为主因为一般的破碎机大概破碎到12公分是一般可以达到的一个尺寸了。好，那以我们目前这2-3个月来的一个成果大概民众还没有反映说这个尺寸不够小，但是再回去使用的都没有反映说尺寸上不符合需求的问题。但以我们的部分，我们有开发的就是希望尝试来破5公分的，就是更细的。那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用途因为我们坊间有看到有很多废树枝的再用的管道，所以这个5公分的部分是我们今年也会做一个大概100-200吨的一个试验，来看看这个民众的需求度是不是也有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尺寸。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长表示，
目前林德暂存的木料大约有3600栋，经过2-3个月试办，民众领取的大约123栋。以林德区队一档处理2400栋左右，未来将会加强气化，除了甲农会农民来配合，另外嘛有引建工地作为减少扬尘的铺面，甚至提供再生能源混合添加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为了宣导媒体素养，中嘉宽屏甲所谓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以及白时代关怀协会共同合作，用简单趣味的迷因梗图来推广。活动对今仔开始到10月31号为止，欢迎各界发挥创意，踊跃报名参加。简单有趣的迷因梗图不只吸引民众目光，也容易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中嘉宽屏携手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举办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迷因梗图创作比赛，透过简单有趣的迷因梗图推广媒体试读。我们这一次的元宇宙媒体试读的迷因梗图的创作征件，其实是邀请社会大众，还有高中职以上的具学生身份的一些关心整个元宇宙趋势发展的人，都可以来做创作跟投稿。在这个创作迷因梗图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反思目前整个资讯社会的一些新兴现象。那当然，我们也很谢谢这一次的这个迷因梗图的征件比赛。其实除了由政大的大学社会责任办公室跟实验室，那我们另外也很谢谢是由中嘉的宽屏公司还有这个白丝带关怀协会一起来协办，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用创意跟美感的方式来思索元宇宙的未来。其实很有趣啊，我觉得在不是只有政策上面，包含所有的社会事件，现在的网络上的网友，他们都会有许多用自己自创的方式去透过也许是漫画，或者是重新再创二创的方式去呈现一些社会上很莫名其妙，或是很荒谬，或是很有趣的现象，甚至可能一些公部门也来做政策的宣导。那当然，我们在这一次也希望说用这样比较有趣，但是又兼具美感跟反思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迷因梗图的创作的征件。当然，也希望来参与投稿的人也能够要注意到智慧财产权的一些问题。那大家一起来关心。此次创作比赛同时也结合时下最夯的元宇宙议题，从网络到元宇宙，要在数位时代中健全媒体素养。元宇宙其实这样的概念是由跨国的一些科技软体公司还有游戏业者所提出来。那这当中其实有2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它是一个未来20年的趋势，那台湾在这里到底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所以其实是充满期待，但是也充满问号。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这是跨国社群平台为了要集资的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所以表示说它可能是一个虚幻的。那我觉得不论它是真是假，那可能在20年后，也许现在直接就是一个虚拟实境的一个游戏空间。那我们希望说，在这当中可能牵扯到的个资隐私或者是一些人权的议题，也可以在这一次元宇宙媒体试读的这个创作当中，提供大家一些省思的机会。中嘉宽屏致力推广媒体试读，4年来办理超过200场活动。这回赞助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迷因梗图创作比赛，希望透过各种方式唤起社会大众关注媒体试读。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今年温馨的5月，嘛是邓丽君过身27周年的日子。青年音乐研习协会执行长，嘛是议员参选人蔡宗和，特别伫北区中英新城举办怀念音乐会，希望伫紧张疫情之下，用上佳熟悉的音乐来安慰大家。一首一首邓丽君大家拢真熟的歌曲，由青年音乐协会执行长蔡宗和甲林家安等人轮流演唱。理事长蔡建南竟亲自担任笔数，互大家看观众听甲一地，暂时袂记哩疫情的操烦。
这摆到里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的蔡中和特别选伫中营新城来办音乐会，来用义大单唱来表达情感，嘛亲切甲乡亲互动，听长辈心声。其实5月8号是邓丽君的逝世周年，那我们知道现在疫情非常严重，也影响到了很多的家庭，好，包括很多的活动可能都延期。那大家待在家，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好表演可以看，所以我们特别选在长隆新城的中间的中庭这边。如果说大家在家里面有小孩子不方便出门，那也很想要听音乐，宅在家好几天了，可以透过拉开我们的阳台，可以往下看。那因为我们知道音乐是可以从小教育小孩子，再来如果我们长大了遇到什么状况，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透过音乐来抚慰我们的心灵；开心的时候，也可以透过音乐来分享我们的喜悦。现场观众知影蔡中和要参选议员，听音乐的同时嘛，无袂记咧加油打气。这个社会都要有这个少年出头啊，有热情要有渴望，要有真正好的亲和力有要个足认真的状态。我就这一次才认识他，我觉得这个孩子很真诚、很老实、很谦虚，所以说国民党就需要这样的人，是吧？台南市议会吧，也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温馨感恩的5月，除了母亲节，今年嘛是邓丽君过身27周年的日子。虽然疫情期间大家减少出门，不过蔡中和选伫主体中庭来办公益音乐会，嘛希望予无方便来参与的民众伫厝内地当欣赏。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虽然疫情严重，不过癌症的筛检同款要紧，所以基美核中心就会举办筛检送贺的活动，要来守护民众健康。并表示，只要伫5月31号之前完成4项癌症的筛检，也有贺礼相送。伫即个感恩的月份内底，基美核中心要提醒女性的民众爱家己注意身体健康状况，特别伫即个月份来举办癌症筛检送贺礼活动，邀请女性朋友会当带着厝内人做伙伫5月31号之前来到病院完成4项的癌症筛检，会当得到礼券。新美医院为了体贴我们的女性朋友，特别规划一个独立的空间，采单人进出的方式，确保隐私性。每周1到周6的上午，由女医师亲自来执行抹片检查。我们提供的是抛弃式一次性的子宫颈扩张器及抹片刷。那我们也特别从日本引进的全自动的诊疗椅，让我们的病人在检查时候更加的安全跟舒适。另外也为我们的身障者提供移位机，保障这个检查时的安全。人性化的贴心考量，也展现医院对我们女性朋友的用心与关心。伫咧防疫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之下，常常拢会无小心，袂记得爱定时注意身体健康的检查。现代女性除了家庭以外，大部分拢会倒伫外口做工课，常常因为伤忝无注意到家己的身体状况。即摆核中心举办癌症筛检送贺礼活动，伊嘛会当邀请女性朋友来到病院检查，如果若有啥物问题，才会当提早发现，赶紧治疗，互家己佮有厝内人拢有健康的幸福家庭。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1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